大家好，今日係4月28，亦都係4月份最後一個交易天。雖然咧今日係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日，但係咧帶嚟嗰個刺激或者個效應唔係話相對比較明顯嘅。咁指數都仲係找住個高台嘅，因為今個月嘅低位係23,723點啊嘛。先講4月份嘅市況先啦。咁去到最後一個交易天。而且仲係晏晝先，我相信變化唔會大㗎啦。19號係今個月嘅低位23,723點，高位就係27號嘅24,717點，即係技術上仍然係一個先低後高嘅形態。波幅係比較細啲啦，成個月個波幅只係得994點。喺咁淡靜嘅市況當中咧，係呢個波幅咧其實已經係差唔多㗎啦。況且仲要面對傳統智慧5窮6絕，咁雖然部分嘅股份咧係一路都係創咗1年嘅高位，但係成個市咧就發覺唔到有一股起哄嘅感覺，即係話你唔會因為呢個指數咧逼到上24,700，好似風雨欲來就嚟打到埋嚟啊！快快脆脆去買貨啦，跟住走失機會，係冇呢種感覺㗎。相反嚟講，有唔少成分股咧，雖然係比較係硬淨，但係仍然都仲係盤住喺度等變。咁個大市咧就1月份係上升啦，2月啦、3月啦，連同今個月連續4個月咧都係處於先低後高嘅形態。而且喺3月21去到4月19咧，亦都經歷咗4個禮拜嘅調整。咁即係話經過咗11個禮拜嘅上升之後咧，個市咧進入咗4個禮拜嘅調整期。而家喺個調整期嘅低位咧，又再進一步上升，但係有一點要留意就係個指數24,717咧，係技術上係突破咗3月21號嘅高位24,656點。如果單講走勢嚟講，個市根本上處於一浪高一浪嘅推升嘅階段。但係有一個問題大家要清楚㗎，21,000上22,000冇成交唔係問題，22,000上23,000或者23,000上24,000。都未必需要太多嘅成交，但係你24,000去25,000或者要攻破25,000咧，就絕對唔係600億、700億可以做得到嘅事。係嚴格嚟講，幾隻主要成分股再進一步做好指數，咪升破25,000咯。但係呢一陣升破25,000，同2015年4月份升破25,000咧，係完全兩碼事嚟㗎。當其時嘅市成交咧有成2,500幾億，而且最緊要就係嗰1分鐘咧 A 股亦都亮麗㗎，大家記唔記得2014年10月27上證指數仲係2,270點㗎，去到2015年嘅6月12號咧，上證指數最高見過5,178點，即係嗰一陣港股嘅亮麗咧，多少都係受到北水同埋 A 股嘅效應所拉動㗎。咁但係睇睇 A 股而家點咧？其實成個勢頭咧都係處於一個整固等變嘅格局。當然之我唔覺得會跌得太過多，但係無可否認咧。上證指數舊年11月29號見過3,301點，去到今個月7號亦都見過3,295點，即係話咧呢個技術上係半年之嚟嘅兩個高位，我哋叫做係一個雙頂。咁一個雙頂擺咗喺度咧，指數後一個階段要上破咧，成交金額好重要。咁唔會跌得太過多，但係最低限度你係整固不前。咁你整固不前或者持續整固等變，資金入市態度一定係腳步㗎嘛。亦都解釋得到，而家呢1分鐘咧冇乜特別利淡因素，個市跌唔到。但係你要係大幅度咁樣抽升咧，喺成交金額稀疏之後咧，我覺得個效應亦都唔係太大。無論點都好啦，恆指能夠穩守喺10天線樓上咧，技術上進一步上望一定係15年7月24號嘅高位25,634點。到底5月份初段嘅時點走咧？好快我哋會知啦。